咱镜头看到这是桃园发生真恐怖的代志，一间国校啊，查某学生下课要等红灯过路，雄雄你看到，去互人锁暗棍啊，对后壁来甲锁掉的，锁到伊强尾袂喘气。边个人看到啊，赶紧的去阻止，和路口的保全嘛冲过来救人，动手的啊，竟然是一个查某人。伊向救开了后啊，继续搁伫咧路边继续嚷甲民众啊去报警察来。这查某人有缘真歹啊，警察要甲抓，嘛是抓袂掉啊。李进兴多一个国小的查某囡仔，和一个青云的小姐为后壁吹暗管啊，搁甲拖咧行。这学生囡仔行到一直用这个小姐搁甲出来，强要将这个囡仔甲夹起来。有，警察提示去帮忙。桥头外经过人看到情形不对，赶紧来阻止。附近社会保全嘛，赶紧出手相助。这个动手的小姐被救去边啊，这个囡仔顺利脱逃，就惊孤立涂骹休困，所以走登学校找老师。学生已经先跑开来了。对，我先请他去学校。这件随机攻击案件发生伫12月暗啊，桃园一间国小的校门口被攻击学生囡仔，当时因为下课了要去上课后的社团，和这个22岁姓张的小姐为后壁甲吹暗棍啊，加在20名民众出手斗3工，想不到这个小姐离境行为也未算。好了，够了。你先蹲下来，你先蹲下来。不要蹲啊！怎么蹲啊？趴下，你给我趴下！原警甲苦劝，伊情绪瞬间失控，原来伊攻击完这个查某囡仔了后，佮一直对边的人大细声，后来行去150公尺外，到伊判例所住的社区，佮甲人起冤金。要往后，你头不要往前，你头小心，你不要自己撞头。每一群真大群，总算将这个小姐制服，依照警方调查，这个小姐敢若是因为感情纠纷，找伊的伴侣冤家，看到对象行过来，这个女学生就是讲，这个女学生看伊无出手共攻击。为阻止其攻击及自伤行为，将其保护管束，并协同救护人员将其送医治疗。警方事后进行儿少保护甲校园安全的通报，同时加强巡逻。因为一时的感情纠纷，随即就找这个学生囡仔出水，家长即马要甲告伤害、恐吓，讲坚持要告到底，要讨回公道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